今次要介紹嘅遊戲係逆流上班族升級版。先介紹一下遊戲配件，分數代幣共100粒，分別係紅、黃、藍、綠同埋黑色5種顏色，每種顏色20個。總經理指示物1個。項目牌20張，有紅、黃、藍、綠4種顏色，每張項目牌上都有中英對照嘅獨特項目名。技能牌77張，技能牌主要有2類，顏色牌同埋特殊牌。顏色牌有灰、紅、黃、藍、綠5種顏色，而升級牌係會多2款牌，角色牌同埋事件牌。角色牌有13張，事件牌有16張，而每張牌上都有唔同嘅功能同埋事件，會喺該回合發生嘅。遊戲開始，由最近加班最多嘅玩家成為總經理，將總經理指示物放喺自己面前。總經理左方嘅玩家就係佢嘅下屬，而再左方嘅玩家就係再下一層。所以總經理右方嘅玩家就係最下層嘅員工。將技能牌洗勻成為牌庫，每玩家抽3張。總經理右方嘅玩家，即係最下層嘅員工，會抽多1張。之後將項目牌洗勻成為牌庫，由總經理嘅玩家開始。每個玩家順時針任選2粒顏色分數代幣，之後放喺自己面前嘅分數區，但係唔可以揀黑色啊。之後就開始第一個回合。每個回合分2個主要階段，分工同埋辦公。分工階段，從技能牌庫按玩家嘅人數翻開一樣組數嘅技能牌，每組為3張。之後總經理就按玩家嘅人數抽取同玩家一樣數目嘅項目牌，例如有4個玩家就抽4張。總經理可以先選擇自己要嘅項目牌放喺自己前面，然後將唔要嘅牌就交俾左手邊嘅下屬玩家。玩家可以係1張或者唔揀都得，然後就俾下一個玩家。玩家都係可以選擇要或者唔要，但係最下層嘅員工就必須接受所有剩低嘅牌，唔可以拒絕。分工完成之後就可以進入辦公階段。辦公階段係會倒翻轉嘅，由最下層嘅員工開始，逆時針進行1次辦公。每次辦公有3個流程：1. 攞牌，揀選一組已經打開嘅技能牌作為你嘅手牌。2. 出牌，按照項目牌左上嘅數字，喺手牌入邊拎出一樣顏色同數量嘅技能牌。例如呢張要3張紅色手牌，打出3張紅色嘅手牌就可以完成項目。又或者用1張灰色，灰色係百搭，可以當任何顏色，或者2張同樣嘅顏色可以當1張百搭咁用。3. 結算，每完成一個項目，玩家就可以獲取項目牌左上嘅數字減1嘅分數代幣。例如呢度係3，減1就等於2個紅色代幣，而你對上嘅上司每人都可以獲得1個同色嘅分數。但係如果項目牌左上嘅數字係2，就只有你自己有分數啦。當你完成項目同分好分數後，就要棄掉嗰張項目牌啦。如果你同一種顏色嘅分數有5粒，或者紅、黃、藍、綠各有1粒，咁你就可以轉換1粒黑色。如果你至少有1個項目完成唔到，你就要捨棄2粒黑色以外嘅顏色分數代幣。無論你有幾多項目完成唔到，都只係要2粒嘅分數，而黑色係一定唔會被移除嘅。完成唔到嘅項目牌都會棄掉。如果你冇分數，就只係需要棄掉項目牌。辦公後，手牌嘅上限係7張。如果玩家辦公後多過7張嘅手牌，就要捨棄至7張啦。
之後總經理需要將總經理指示物傳俾左方嘅玩家，而嗰個玩家就會成為總經理。咁佢右邊嘅人就會成為最下層嘅員工啦。遊戲結束。當任何玩家取得3粒黑色分數，遊戲就結束，該玩家就勝出遊戲。病假牌，如果你唔係總經理，喺你開始做辦公任務時，可以放棄一張病假牌，將自己所有嘅任務交俾佢嘅直屬上司。搶功勞牌，任何派分數嘅時段打出搶功勞牌，可以獲派此牌嘅任何下屬攞取1粒分數成為自己嘅分數。換項目牌，玩家可以喺辦公時打出，可以向任何一位上司玩家交換一張項目牌。私事委託牌，喺你傳項目牌俾下屬嘅時候，就可以打出呢張牌啦。下屬係一定要完成呢個項目牌嘅工作，呢張牌係唔可以再傳走嘅。牌嘅完成條件係2，而玩家如果可以完成私事委託，咁你同佢都可以獲得同樣顏色嘅分數。如果未能完成，後果就同普通任務牌一樣。私事委託牌係唔會受病嘅牌影響嘅。升級版角色牌，遊戲開始時，喺玩家選擇顏色分數代幣前，每位玩家都可以抽一張角色牌成為自己嘅角色。每個角色都有唔同嘅功能，而你抽到嘅角色功能係每個回合都可以使用嘅。事件牌，每個回合開始時，總經理可以打開一張事件牌，該回合就會發動呢個功能。回合結束之後就要棄掉嗰張事件牌。如果想增加難度，可以改為每回合開2張或者3張事件牌，咁遊戲變化性就會更加大。多張事件牌同時發動嘅時候，就由總經理決定佢嘅順序。